你听说过坟墓中复活的民族吗？他们就是蒙正苗族。无数专家学者被他们独特的风帆头造型吸引，一次次镜头的聚焦也让这支古老的民族再次惊艳世人。穿过上百套不同苗族支系服饰，蒙正苗族的服饰造型一直让我念念不忘。今天我们就走进贵州安顺镇宁的大山深处，去体验蒙正苗族造型。今天要挑战坟墓中走出的夜郎卓后裔造型。蒙正苗族，它称也叫古董苗，主要居住在贵州镇宁、紫云、西秀交界处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人口仅有2.5万人。蒙正即遗留下来的意思，他们信奉烛王，和2000多年前的夜郎古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他们头上特殊的竹节发型，就是为了纪念曾经的夜郎金烛王。我们在烛王祠拜访了烛王文化的研究人杨文金老师，在他的引荐下，得以拨开层层迷纱，了解到藏在他们奇特造型背后的历史传奇。相传夜郎古国覆灭后，夜郎后裔向西南迁徙进深山古林间隐居，繁衍生息250年后又遭镇压，族人想往远方迁徙，但老弱病幼无法远行。为保护他们，无奈之下修建了活人坟，留有一个通风口，在坟前平台上放置食物。等到战争过后，从坟中爬出来的后裔就繁衍成了今天的蒙正苗族。蒙正苗族祖先勇武善战，蒙正女子身穿旗制服、盔甲装、九黎裙，将夜郎王印背在肩上，以表达对祖先忠诚的纪念。头饰有风帆旗帜头与竹节头2种，盛装风帆头用8寸长的月牙形木梳结为2节，用线绑在竹片的2端，挽发髻于头顶。旗制服为和服无领，胸前背面都绣有精美的印玺刺绣，穿在身上风吹来飘动，都像旗帜一样。船形过江裙也称九黎裙，裙面的图案有9组81条布条，寓意不忘他们是九黎81兄弟的后裔，也不忘苗族跨过的黄河、长江、嘉陵江。他们把历史穿在了身上，把跨过的江河山川绣在了衣服上。即使是女性，也有披甲上阵的勇气，以旗帜造型号召凝聚族人。好了，这套造型穿戴完毕，一起来看看最终效果吧。